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选前最后10天，不但候选人冲刺，就连公投案嘛对咧最后冲刺。为了突破500万的公投过关，由台南市众教会牧者发起的台南幸福兴起，为候选人祝祷。只要台南市所有挺爱加公投的候选人，无分哪里。你挺爱加3公投，教会就挺你的活动。14号上午伫个议会简报室举行，现场超过30位的牧者，以及20位以上市长甲各区议员候选人，拢到场出席。会中包括长老教会台南中会、台南市基督教协进会、甲台南市捍卫婚姻家庭联盟3大系统拢强力支持。因认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才是美好的社会价值，将全力来捍卫。毋是为着咧反同性婚姻，是毋望伫即款保障一方面，咱的传统家庭迄个真悬价值的下面而且固守着遮个同性因的权益，所以期待咱这边。选举伫公投顶悬，会通借着这边借着这个记者会互这方面请大家搁较注目伫这个公投的部分，做伙来为着守护咱的一代农业。这款的信仰，这款的立场，通讲若是长老教会的立场，嘛是阮台南正教会牧者教会的立场，所以也因为安尼，才会相平，才会牧者，才今仔日伫无闲的中间，甲咱这候选人共款。为着关心这个议题，为着关心咱的乡土，关心咱的城市，所以大家人做伙来呼吁，咱要安怎样伫这个议题顶面更较同心，大家来拍拼，为着咱的子孙，为着咱的下一代，咱共同大家来努力。我们再次的呼吁，婚姻家庭全民决定，适龄教育全民决定，保障同志不修改民法，用另外的形式来保障他们。人民总动员，爱家全胜利。希望你们今天，我们大家，而且我们各位这些记者朋友，我们能够本着爱惜这块土地，以及守护婚姻家庭的未来。到场收听的有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书波、议员候选人王家珍、洪玉峰、罗坤福、李中琴、柯志春、林美燕、陈志峰、戴明正。蔡敏峰、蔡树杰、吴杰、黄荣玉、甲陈振宇、李文静等本人，会后各候选人嘛接受众牧者的祝祷，场面盛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婚姻跟家庭的价值，好让我们能够维护婚姻的价值，能够建构一个神离手喜悦的婚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雄局去年配合中央推动交通连接区，以3大社区作为示范区。今年嘛扩大设立，将巴克利公园以外嘅上环甲金华国际安全社区等等区域为做交通连接区。有高达6成民众肯定这项政策，嘛代表这项政策对交通的帮助是有效的。想要设立交通连接区，除了有公车站以外，上场嘛是要有铁牌配合。不只是当地民众会当使用，游客嘛当透过卡车来亲历巷弄认识台南。我想交通连接区的设立已经获得了民众的肯定所以说我们在这些地方各位可以看到在庆南街、巴克里公园、安平老街跟友爱街这边我们都有设置这个就是区域性的这个交通连接区。那依这个它的种类来分的话，大概就是有一些老街还有一些商圈跟一些公园学校附近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后续也会继续再推动。
提摆推行到达，拄好突破使用人次150万，所以高雄局为了感谢民众支持，特别举办福地好礼大放送活动，将近送地150万的使用民众福地以及运动手环，同时前后3名民众买精送福地。高雄局鼓励游客甲市民多多利用提摆，未来嘛将无定期举办活动回馈。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无论是左右或者是彩色的摆点，也是运用在地农产品制作的美食伴手礼，甚至有利用价值比较较偏低的米油啊、高科技来提炼精华所制作的米萃眼霜保养品，每一项拢是中华艺术大学执行教育部 USR， 也就是大学社会责任计划成果。因所做的拢是为着要帮助偏乡做社区的行销。中华艺术大学阁为后壁区的士安社区来设计了果水的吉祥物米宝，并且运用校园的美女来做大力的行销。我们中华医大是一个很重视社会责任的大学哈，所以我们跟社区密切的合作。那我们特别跟后壁区的士安社区来合作。因为这个社区是以稻米为主要的产物哈，所以我们帮这个社区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还把米的萃取的精华液哈变成化妆品，还有很多礼盒，还有食品，然后我们甚至帮他们把士安社区变成一个品牌。好，那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产品，我们还有很多的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那个文化都把它写下来，还有教本，还有桌游哈。那这样，那现在其实是一个新的教育的模式，我们把老师跟学生带到社区去，那发掘社区的问题，我们解决社区的问题，这样。把它解决了社区的问题，这样算修了一个学分这样子，好，那也一方面增进了学生的实务的能力，二方面振兴社区的经济，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教育的模式。中华艺术大学的 USR 计划新果展将伫咧16号到23号淡爱国妇人馆来展出，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观。中华艺术大学也善尽着社会责任，协助学生来了解台湾社会问题，并且发挥因无同款的专长甲能力，协助来解决着社区内底困境，用一寡特色的产业行销来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的目的。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用机体展现出迷人的动作，一寡舞者拢是嘉义舞蹈班的学生。这届嘉义舞蹈班的毕业新果展，运用舞台光影作为发想，希望营造出真实甲虚假之间的气氛。这届编出的舞有描写城市的生活，大家无用过日子的模样，嘛有带着宗教气氛、姿态优雅的祈福仪式，侪无同款的风格。校方嘛希望大家会当前来亲自欣赏，并且和一寡舞蹈班的学生正面的肯定。这一次是我们第27届舞蹈班的一个演出，他们的主题是交错掠影间。那其实，在我们舞蹈班的一个学期中的一个表演，他们的课业跟他们的考试等等，都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舞蹈的表演很能够贴切他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动跟静的一个交换。那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我也欢迎我们台南市民一起来观赏。那我们在12月8日在台南市文化中心还有一场的演出，那欢迎我们市民购票进来看。那详细的情形可以洽两厅院的购票系统，或者我们嘉义高中舞蹈班。谢谢。将美感的教育落实伫咧生活当中，嘛希望会当将舞蹈的水发送，予较侪人会当欣赏、体会到
这个由加济舞蹈班的学生辛苦排练所呈现的精彩表演，将伫咧12月8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到时阵的舞台甲灯光会较好，也会当更加完整的，互这群学生来展现出因的舞蹈的力甲水。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是一个祭坛，对，就是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哦，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好啦，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课聊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季柔，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1000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私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北沙举办北当艺术景区将艺术表演载到台南市各区，希望让更较侪民众接触到艺术。今年2018艺术景区对9月开始到现在2个半月活动期间，嘛将伫这礼拜告一段落。最后2场演出，17号伫玉井由软剧团演出《城市乱歌进行曲》，18号由友人神鼓伫嘉义跳公园圆满来结束。我想文化很重要，就是在教育的一个推广，所以今年我们走入到校园，然后办了11场的一个校园推广。那这一次总共参与到目前已经有18000人。
那刚刚纪录片也看到，很多民众其实一直跟随着艺术禁区每一个场次的一个脚步，然后到每一区去参与哦。一些家庭的参与、个人的参与，我想让艺术禁区这8年来，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些很丰厚的一个成果。我想艺术就是从最低层，然后最基础去做扎根起来。我想这是艺术禁区一直以来想要去打造的一个初衷。其实艺术禁区大家看到的不只有地方政府他希望说活化各个区域，其实在这样的活动，它其实对于表演团队来说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它帮助了艺术家跨越了跟民众的这一步的距离，把这一步的距离拉得更近了。那再回到阮剧团这一次的演出像《软瓜进行曲》《城市恋歌进行曲》这是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故事。我们从新化的贝条的故事延伸而来，发展出了一个3代的全台语的歌舞剧。那这是一个我想从台南出发，那也是一个说着我们台湾人的故事。2018艺术禁区到14号为止举办17场的户外演出，11场的校园推广，参与人数嘛高达18000人。其中这区公所特别在演出当中安排当地艺文的小旅行，推广社区文化甲艺术的结合，嘛得到大小朋友的肯定，期待明年有更加精彩演出。台南新闻古国义采访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1个礼拜和观众朋友见一次面，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不知不觉已经播出45集了，真的不简单哦。是呀。差不多1年嘅時間啊，會過去咧。真嘅非常感謝很多觀眾朋友嘅支持，有大家嘅支持肯定，就係幫我哋最大嘅鼓勵哦。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給我們機會，讓我和小鄧老師可以分享客家文化。真嘅非常感謝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幫我老小青亮啥機會啊，從一位主持客家嘅節目，客家文化傳承咧，語言文化係最重要嘅。你根本你出嚟介紹客家習史賢文。習史賢文，這是古代兒童啟蒙書目。前幾集我們曾播出這個單元，好多觀眾都好喜歡這個單元呢。錯啊，也係頭擺故事台同盟讀本啊。講拍來講，就係只講頭擺嘅讀書人都係讀嘅書。小鄧老師，我們就開始吧。逢年恰說3分花，逢年恰說3分花。為科全袍一片行，為科全袍一片行。逢年恰說3分花，為科全袍一片行。意思係講多多年。均可將自家心肝肚嘅話講出3分就好，唔好一下全部講出來，有喪失本人買睇還唔抵哦。對人說話要留有餘地，不要一吐為快不能把心的話全都說出來，因為人心難測啊。過來也記哦，有意在法，法不法；有意在法，法不法。無心插柳柳成蔭，無心插柳柳成蔭。有意在法，法不法；無心插柳柳成蔭。意思係講世事難料，有時節想全心全意來種花，結果啥種唔會生，冇想到會種嘅樹啊！青菜菜冇想到啥上到當太頭。也就是說，想辦的事情卻沒達到目的，沒想到會辦成的事，居然辦到了。過來喲，發夫發皮難發骨，發夫發皮難發骨，敵人敵面不敵心，敵人敵面不敵心，發夫發皮難發骨。
底人底面不底心。意思就是呢，了解人表面比较容易，了解人的内心和思想呢，却很困难哦。钱财易分土，钱财易分土。言语出千金，言语出千金。钱财易分土，言语出千金。意思就是说呢，钱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呢，做人的仁义和道德。而人不要因为追求钱财而背离了仁义道德哦。路有底马力，路有底马力，思久见人心，思久见人心。路有底马力，思久見人心。馬係愛走當長遠嘅路途，才會知道係唔係有好腳力咯。人咪愛經過當長嘅時間，才會了解自己嘅心術好唔好。路途遙遠才知道馬的腳力，人要相處久了，才能了解他的為人。過來講一句哦，兩人一般行。兩人一般行，冇錢看賣金，冇錢看賣金。一人一般行，一人一般行。有錢難買真，有錢難買真。兩人一般行，冇錢看賣金，一人一般行。有錢難買真，意思就係講兩者那係有共識嘛。賺錢來買金嘅，咩唔係難事，不過係一時一樣心，想要買幾真都有可能有困難哦。兩個人呢，如果能夠一條心呢，日子會越過越好；反之，則是越過越窮，一事無成。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使學院，見本日就講到呢咯。你下我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感謝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